問你3條 IQ 題，係有啲月份有30日，有啲月份有31日，咁有幾多個月份係有28日嘅呢？每一個月都有。好，第2條問題，阿 Candy 有5個仔，大仔叫1月，二仔叫2月，三仔叫3月，四仔叫4月，咁第5個仔叫咩？一定唔係5月嘅。咩咯？真係啊！我覺得好我以為關阿 Candy 事添。個仔同佢個爸同個仔出街咩？爸仔嘅，咁係遇上交通意外，咁個爸就死咗。個阿爸同我仔出街就遇上車禍，個阿爸就死咗，咁個仔就送咗去急症室，跟住個醫生就同個仔講：哇，好亂啊！同個仔講咩啊？我唔可以幫佢做手術，因為呢個係我個仔。個醫生係邊個？個醫生係邊個？個醫生咪佢阿媽咯。哦，好亂啊！